叫咗你唔好買大陸樓㗎啦，而家賴晒嘢啦。大件事啦，大家近期東張西望出咗一期節目，名又改咗，連座數都改埋。中山買樓之後發現樓盤名改咗，加埋棟數名都改埋，苦主遍佈中港澳喎，唔知點樣收科。事件先同大家簡單解釋下，幾名喺中山買咗樓嘅香港業主，買樓前明明買嘅係6棟，點知收樓後先至發現房產證同埋合同都變咗4棟，而且連項目名都改埋。大家都知㗎啦，4聲唔好聽啊嘛，所以一班業主咪叫苦連天咯。而好多喺中山買咗樓嘅業主就開始恐慌啦，發現棟數雖然冇問題，但係項目名同房產證上面嘅樓盤名係唔一樣嘅喎。咁買咗呢一層樓，究竟仲受唔受法律保障啊？嗱，首先同大家打支定心針啦。喺大陸，如果個備案名同個樓盤名唔同呢，其實都係好正常同埋常見嘅事。嗱，我講可能大家都唔信啦，但係接涉都係咁講㗎，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嘅。房產證上面嘅備案名，只要有法律效應就冇問題啦。因為講緊拍地同起樓都會相差一段時間嘅，開發商去拍地嘅時間呢，就會有一個備案名先，但係真正到咗樓盤要做廣告、要做推廣嘅時候，可能就會覺得當時個備案名唔夠威、唔夠吸引人噃，所以開發商就會根據個市場需求改一個項目名。但係其實只要備案名依法完成咗報備，推廣嘅時間個項目名依法完成審批就冇問題啦。喺交易前，我哋嘅中介同埋樓盤銷售都會提前同大家解釋清楚。而東張西望今次講到由6棟變咗4棟，咁呢個情況就真係有啲離譜啦。所以買樓嘅時間，大家一定要做足功課，了解更多樓盤嘅相關信息，而且奉勸大家買樓嘅時間一定要揾一間靠譜嘅中介，千祈唔好因小失大。好嘅中介會提前同你講晒所有嘅交易變動，一定會不厭其煩咁同你解答晒所有問題嘅。畢竟置業灣區係為咗更好嘅生活，幸福係要自己把握嘅。